拉字语言015，老仔囝的疑问，老仔囝跟伫绿党后壁对上对落，有一天，老仔囝问绿党。阿爸，你哪会遐尼惊狗？你比伊较悬大，你走比伊较紧，你阁有两只脚会当甲伊踏呢？囝，你讲了拢对，毋过阿爸敢若知影一项事实。见摆听到狗咧吠，阿爸就惊甲想要走。寓意：天生两者无担头，就是你生做大箍伯好看头，嘛无效。